也 NCC 嘛，呼吁媒体咧报攻击事件爱有站责，电视新闻若无处理画面，就直接放犯案的影像出来，是牵涉违法，相当可能会罚到200万。顶礼拜五，伫咧捷运台北车站中山站外口发生的随机杀人案件，大家无论是新闻还是网络，拢也有真侪讨论。有民众反映讲，亲像新闻直直报凶手犯案的画面甲手路，会增加社会不安，也是有样看样。认为新闻应当加宣导防卫意识，宣导说不要边走边看滑手机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要多一份警惕心吧。对，就是不要就真的觉得好像都很安全之类，然后就不注意周遭环境。其实媒体也是导致犯罪因素滋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啊。对，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想要去模仿，造成恐慌啊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就是其实也会担心到周遭家人或朋友，就是搭捷运会不会有这种隐患出现。电视受到《卫星广播电视法》和电视分级处理办法的规范。NCC 指出，新闻应当避免过度呈现使人惊吓的画面，牵涉暴力攻击、残酷等等的画面嘛，未当特写，着经过专业处理。袂使过度使用比伤者痛苦的影像，报道比例着斟酌避免二度伤害。针对台北随机杀人的电视新闻 ，NCC 讲已经有收到6件申诉，嘛可由媒体自律，会调新闻画面出来看是毋是牵涉违法，出来嘛会送到咨询会议再来决议。可能要注意说，不要有一些可能会对未满6岁的儿童发生不良影响的暴力、血腥、恐怖这些情节。卫星广播电视法它是规范在第28条，那如果违反的话，那的罚则从警告到20万到200万元这样子。针对网络的部分，台湾司法精神医学会嘛有专家指出，民众过度讨论加害者和传播，嘛会致使模仿犯增加，所以民众嘛着爱自律。政府也应当强化网络巡检和通报介入的机制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